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嘅《来呢节目。基本上大家都讲嘛，介来讲铁板嘅料理哦。不过了铁板嘅料理会超过大家嘅想象，因为你上帝都读铁板行落去做嘅，佢都要独有做。对于件细细嘅铁板料理，不过佢哋还已經創造了意識去找個品牌吼，非常嘅不得了，大家都分享幾好，你嘅一行中盼為台分享。大家好，我是威达，很开心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家的故事。耶，欢迎警长，聽你來分享嘅係一行中嘅阿妹劉淑玲。大家好，我係新竹竹東年，今日當歡喜來參加了福建來的。耶，歡迎哈！獨立下一般我們會講說，哇，媽媽你的客家話講到凍喉呢。然後因為我們都說哇很客家話，媽媽說哦我是客家人，竹東人。係啊，係，其實就是該有到來講客家話嗎？有跟執行長講過客家話，會聽對不對？聽一點點。以前回竹東的時候都會聽。對，不太會講，所以從來老媽媽愛講會了，執行長可以聽得懂部分。那懂厲害咧，有冇？因為做大到台北嘛。對，唐嘅時可是唔要講，當時有機會講。不過你基本你懂難啲咧，就喺度了邊錯呢，上屆你用會了強解，下把你打嘴鼓。這樣目前為止有聽懂嗎？有哈。70%有哈，你看執行長想說，我今天來上節目，感覺上好像來考試，結果是考客語。不過今天真的很開心，因為執行長很忙，然後媽媽也很忙，我們搞了一個節目地圖，讓大家來分享一些故事。對，其實很多的報道，大家都可能有閱讀過，想說哇，但是今天特別繞牆頭客家天喜推啦，客家鄉親跟客家鄉親來分享。不過我們要講的是一開始要講的是，其實你有一個封號，或是你們有一個封號。叫鋼鐵人，對不對？對。對啊，你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嗎？太多鐵板料理了。對，因為我們從一個鐵板燒起家，所以後來發展了相關的系列。所以我以前念高餐旅大學，我的學弟們就稱我為餐飲界的鋼鐵人。在那個時候，因為他想說，為什麼我開那麼多啊？每個都是，比如說鐵板吐司。鐵板青州小菜、鐵板湯包、鐵板饅頭、鐵板飯糰。對。那我可以問一下嗎？你以前在學校念餐旅的時候，那時候你就對吃很有興趣嗎？我從小就很愛吃。有嗎？有，因為你可以身材你是可以些的。那你從小是吃媽媽做飯，嘿，媽媽做一些，就是她都吃家裡嗎？就沒有，她有啦，我妹讀國中些時期，高中也宜蘭什麼嘞，對，就開始學這些東西。對，我覺得這樣很棒，因為對吃很有興趣，就開始去研究，也可以變成後來大家俗稱的鋼鐵人。是吼，對，然後特別喜歡鐵板料理這樣。因為從小在夜市長大，前後左右每一家都是賣吃的，蚵仔煎、滷肉飯、肉圓，我覺得到處都是吃的。是，所以就對從小在美食的這個環繞的環境長大。那你以前研究這麼多吃的時候，你會不會特別對，比如說像小吃特別有研究，特別有感覺？我會哦，我對台灣的味道特別有感覺。為什麼特別講他對台灣的味道特別有感覺？因為事實上，係講你有機會到大家都會小改，所有改串湯，所有的食物，大家會發現一定都有台灣味在裡面。對不對？一定都有台灣味，每一家餐廳都有自己的台灣味特色。要不然就是台灣的料理入味，要不然就是客家的東西入味，對不對？媽媽又按我剛講嗎？有。對哈，所以其實我會覺得是台灣味鋼鐵人。謝謝。做得嗎？做得。不過因為許香總有講到嘛，其實佢係到熱時改路邊攤開始，那時候其實就是父母經營一個小小的鐵板燒。可以這麼說，對不對？對。然後後來，因為其實經營到後木野世界為港口，好像生意好像開始慢慢的有一點走下坡的感覺。所以那時候其實真的還很年輕哦，給他動後上。那時候還讀書了。哦，那你就想要接手了？你就想沒有以前那時候還沒有想要接手，就都是在念書嘛。那後來就主要就是回家跟父母溝通，說，這個可以怎麼改，那個可以怎麼樣調整嘛？還沒有接手，可是你就先講說，你那時候還很年輕，可是你覺得應該要這樣改，然後可以改善未來的
方向，也许生意可以有起色。对，在学校念那么多餐饮管理，那又都去大饭店啊、连锁餐厅去做学习啊、参访，所以会觉得说，人家做得好的可以这样做，我们能不能也这样做？那爸爸可以接受吗？妈妈可以接受吗？走对教训。他念的是本科啊，当然是要接受啊。可是是妈妈的意见哦，对不对？那爸爸嘞？爸爸就比较传统，他就会认为说，我都做10-20年了，还轮得到你来教吗？我韩国来路比你是该让，没个是个让读比你是个盘好多，就是对，因为这是前辈嘛，爸爸毕竟是前辈啊，20几年呢。对，比如什么？比如说装潢，还是什么营运模式、服务？其实你所想到的都有例如说简单讲的一个灯，投射灯好了。对。那我们的观念会认为说，那个投射灯打开，那餐厅的氛围会比较好。对呀。然后桌子会比较亮，客人的菜会比较美。对。对，那个以前的时候，爸爸认为说很热啊，那很热是不是整个餐厅的温度会上升？那冷气就要开更强，就要更多电费啊。我就是很务实，成本考量，其实没有错，因为他们老一辈的工作模式是这样嘛，他觉得我提供你好吃的东西，我成本也很重要，所以这是为了一颗灯，对不对？这算是装潢的部分。对菜色呢？菜色一开始就是我会想要加一些新的菜色，一开始我要导入客家文化的料理进来的时候，你很特别耶，你那么年轻就想要把客家的元素摆进去。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就对台湾美食很有兴趣啦，客家饮食文化是台湾美食很重要的一环。真的。对，那想要把这个客家文化融入进来的时候，我父亲会觉得，小朋友在胡搞瞎搞。对，因为你怎么会在铁板烧的地方放吉酱呢？怎么会放红糟呢？怎么会放梅干菜呢？就很奇怪。所以那时候妈妈一起的，觉得那时候你就是支持，但是你应该有看到他跟父亲在沟通上面沟通党沟这些意见都不一样哦。刚好你去的中间很难过，因为一边是先生啊，一边是儿子啊，他的想法也没有错啊，爸爸的想法他也没有错，他认为说你只是理论上而已，实务上实务上不一样，对啊，所以说就会担心啊。对，然后后来他一直坚持，然后后来他重点是他那时候去参加那个比赛，对，那个青春练习曲是那个一个那什么全国第1名哦，对，还那有7个菜色都是客家菜色，是，对，那时候开始才，然后就说服了父亲，是这样吗？才开始改造，还一路还有很多地方，当然一直去克服啦，是，对，所以终于。你就说服了爸爸，对不对？其实那时候也没有说服爸爸，因为刚好遇到金融海啸，2008年的时候，所以就让那父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让生意起来，就让我去尝试看看了。对，那当然有放入一些创新的料理跟一些客家文化进来，然后让这个店比较有特色嘛。是。那很多新的客人或年轻的客人，他就会注意到我们。好棒哦！对，你大家其实感应好，因为一般你讲客家人，我们喜欢吃客家菜，对，然后就会吃得很传统，我觉得那才是真的客家菜。所以你们开始这样入菜创新料理，收到客人的回馈也是很多的，对不对？所以那妈妈又到店里面挺修，对不对？有，你去帮忙，你帮忙的部分是哪一部分？其实刚好改造的时候啊，就很简单一个。对，重点，因为以前我们路边摊啊，对，我都是用脑筋记啊，是收钱都用记。那时候一开始他就说要用 POS， 我说不用 POS 啊，我就用脑筋记就。他说不行，你现在一定就为了这一点。那真的是到后来哦，因为那时候生意改造生意很好嘛，单子那么多，菜色又那么多啊，对，就。光这一点，我就是蛮佩服他的，真的，他想的比较远啦。对，那你在店，听说你在店里面遇到还讲客家人，会用客家话打嘴鼓？我一定会啊。哦，因为我认为我也客家人动自豪啊。是啊，那很多因为那时候我们生意很好，很多客家人就
因为以前人不讲客家话，特白啊，那都因为我们那个宁夏路那边对好多很多客家人讲会了，所以自然是有。那下次我去宁夏那边，我好像一直整路讲客家话，讲会了，吸引旁边人的注意。对，不过讲到两片，其实因为就开始餐厅生意好了，就一直开创新的品牌。有一个品牌是就是也算是执行长这边就一开始先开创的，对，比如说青州小菜。对不对？周造子青州小菜是，对，铁板烧跨界到青州小菜，而且又是铁板，对不对？那是他阿嬷的名字啊。是，就是2012年的时候，我用阿嬷的名字开了这个周造子铁板青州小菜。那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多同仁，然后我爸爸也是反对啊。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为什么不再开香莲的第2家店呢？铁板烧就做得这么好了，生意眼红就开第2店啊，对不对？都已经会了。对，他的意思是说，就开2店啊、3店啊，然后就一直就开这个可以成熟的就好了。那为什么你要再跳出去开一个完全不一样，也没有人认识？对，你为什么要这样？很挑战啊！对，你为什么要这么的挑战？对，因为我本身就有点反骨啦，就是个性。我很喜欢创新的东西，我不喜欢一直做不一样的事情。对呀，对，那还有想要用阿嬷的名字，就有点纪念她。是，对，跟阿嬷感情也很好。很好的。所以才会用阿嬷的名字。谢谢基土啊，谢谢基土哎，错吧？好感人哦，我都要哭了。因为谢谢阿婆土哎，然后我长大之后用阿婆的名来可以称汤，而且青州小菜其实也是阿婆那时候让你吃的，对不对？因为以前就是比较小的时候啦，爸妈在宁夏夜市做生意的时候，那都是阿嬷带的嘛。然后在家里，他常常都会煮这个，就是粥啊，然后配面筋、米梯，然后那个菜心啊，就是辣笋这样。那所以那个有点像是瓜仔肉啊，就比较像家里的味道。对，所以我会觉得执行长快点给你讲也是记忆的味道、亲情的味道，对，然后再结合一些创新在里面，哈，还有嘛改东都改故事，走得到你大家都分享，大家先聊下，你等下让总来讲。东北一走的绕墙的，就像总了妈妈雷斗节目地图，让大家来分享哈。目前这个餐饮集团已经是一个餐饮界的钢铁人，然后非常多的品牌这样，而且最棒的事情是，如果你认真去看每个品牌，都很有自己的特色，然后都会有客家元素或台湾味。更重要的事情是你真的去了解之后，你会发现跟家人有很亲密的连接。那我们上一节目改嘴目原力拱斗像是青州小菜，对不对？不过青州小菜你一开始也没有那么顺利哦。一开始蛮辛苦的，因为一开始没有要做这么铁板烧，所以那时候青州小菜的这个概念，我没有卖牛肉，然后没有白饭，也没有附热汤。那所以很多客人呢，他到门口看一看，他就没有进来，所以前面很辛苦。可能我们老店相连在排队，可是我新开的周造子就很辛苦。对，那当然那个我觉得整个过程也是，就像我阿嬷帮我上了一个课一样，就是告诉我说，很多事情不要太理想化，然后要能够去倾听爸爸的话，倾听老员工的话，然后就从那一刻开始知道爸爸妈妈的辛苦哦，原来创业这么的难呐，原来改造香莲。那是奠基在父母的基础上，对。那你真的要重新创一个，是很辛苦，对。哇，这个很转折哦，因为一开始接受爸爸的那个铁板烧的时候做得很成功，生意很好，你就会觉得哦，其实创业就这样子嘛，对不对？当然你努力是肯定的，可是等到越走到完全新的东西，比如说你卖青州小菜，你才发现哇，这中间其实。你才会再回过头去体会爸爸妈妈当时做这个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坚持，因为他知道那个辛苦的前端。对，那个时候可能不是你可以想象，但不是你真的亲身体验的。对，那不一样。也因为那个过程，所以能够站在爸爸的立场想，所以我慢慢讲话，或者是想法不一样，比较不敢这么的
对，要不然以前我很冲或是什么？哦，真的吗？真的。哦，以前会比较。以前我跟我爸很常有冲突。是，真的。哦，你看妈妈好可爱，妈妈说会哦，很冲哦。不是那时候因为相连改造啊，本来营业额你从20几万一下做到100多万，对。他有点得意忘形啊，他想你现在是说执行长吗？对，因为小孩子他刚毕业嘛，对，年纪轻轻的就做这么好，对，或者真的是给他考试啊，给他一些经验，让他知道说，对，创业不是那么简单。不过这本来就是一个过程啊，执行长，对不对？才会有现在的你啊，才有现在的钢铁人嘛，对。就是本来就是会一直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对，那就是克服，再从中学习，再成长。很有趣耶！而且听说那个青州小菜店里面还有甘蔗汁甘蔗汁，对啊，对，因为跟阿婆也有关系，对不对？阿嬷啦，阿就是阿嬷，对，又灌对，那因为他就是以前在西门町是甘蔗西施嘛，那以前西门町就是西瓜大王、黑面菜跟甘蔗西施3个我奶奶就是甘蔗西施，对，哇哦，难怪，所以现在很棒，现在再去那边吃就会有甘蔗西施的甘蔗汁，对，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也重新的去体会爸爸妈妈该用心，其实很动辛苦改，对不对？创业是很艰难的，但是你很厉害，你还是一家店一家店开。后来我觉得有一家店一定要讲，就是福旺号，对，福旺号。铁板什么铁板吐司，铁板吐司早午餐呢？对，这个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创立的啦。那当时是因为发现早午餐跟早餐之间有一个缺口，对，就是一般吃早餐的人，他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有特色。那吃早午餐的又觉得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做2个小时，又花比较多钱，所以我就从中找到一个缺口。是。那研究这个模式的时候，然后就想，一直想要用什么名字。我说照只用阿嬷的名字，那我是不是这个要用谁的名字？然后最后我就去算姓名学，就一算福旺哈，用爸爸的名字。那刚开始我爸爸他可能也吓一跳，怎么开店会用他的名字？对。那后来喜欢吗？一开始？当然是很喜欢的啊。那福旺号跟周道子不一样，一开就爆红，他在台北东区啊，一开就爆红，就排队排到复兴南路上。是。对，那开始就第2间、第3间，就甚至到新光三越、到百货公司，对，那这个很快就因为了这个福旺号这个模式，让我们被大家看见。就从原本我们的概念是在宁夏夜市的小店，然后从福旺号开始就走到了百货，走到了台北市，那就很多人就会开始研究我们家这样。最开心的是爸爸，因为那个名，黑猫。有吗？会吗？有讲吗？有哈，我想还讲有一个餐厅是我的名字，而且这么爆红，我应该会很高兴，对不对？然后爸爸应该也觉得很荣耀，对不对？先从阿嬷的青州小菜带到爸爸改就是哇这个铁板吐司，然后大爆红进驻百货公司，现在大家都在念爸爸的名字哇，对啊，对不对？对，一起走动翻译，对不对？有哈。有嘛？而且每天都有限定口味，对不对？我上网查了一下对，周1、周2摆上摆席150、160、110，口味都没口容。就复兴店有做这个每日限定，真的，因为客人喜欢不一样，喜欢新奇啊。对，我觉得这真的是抓除了好吃是一定的，这是最基础，但也抓准了一些那种行销的这个策略，丑吗？然后还有一些口味，对不对？我觉得今天限定，只有今天才有，我今天一定要吃，这就是一定要吃。妈妈喜欢吃吗？因为你好像他尬丑呀，该穷低克服。其实你可以吃我们那个很辣的那个三明治哦，好，你一次你就会喜欢。什么口味？什么口味？腊肉口味。辣蛋肉，不是辣蛋肉，辣蛋肉，腊肉好像腊肠，不是腊肠。辣蛋肉口味。对，好，那我下次去我就点这个口味。对，因为是妈妈品质保证，最好吃的是不是？真的很难得因为冻难得你哈嘎改就妈妈没讲，因为客家人吃辣没有这么普遍。因为我带我一些同学啊、同事去啊，一吃就爱上了。真的，冻等一下，因为我妈妈很冻等一下辣蛋口味，这个是爸爸的名字的餐厅，对不对？对，福旺号。然后你就又想要再开拓，
然后就又再开了一个甘妹弄堂。甘妹弄堂是2017年，是就2个。你真的2015、16，然后17，每一年发生什么事我都记得很清楚。对呀，而且很密集哎。这是阿婆的名字。对，这就是阿婆的名字。甘妹是我阿婆的名字。对，那客家餐厅，我觉得因为阿婆也有带过他，带过半年了，在竹东。我小时候有回竹东住嘛，对啊。那就是其实客家料理，我们一直把它想的是比较传统。那我们一直在想要怎么样让年轻人会喜欢，更轻松的方式能够接受。所以在17年的时候，我就去研究了一个这样的模式。我要特别讲一下，因为俺有看一下甘妹弄堂的菜单，我好想去吃哦。因为第不读有牛温水啊，对吗？对不对？还有鸡酱。对不对？你的鸡酱是放在桌上让人家沾的，是不是？不是说某一道料理才会端出一小盘，不是。一开始是让客人自己去拿的，对。但现在我们因为它的新鲜度，所以我们对鸡酱新鲜度，我们就变成随餐服。是。像我们把鸡酱跟炒虾或鸡酱跟豆腐煎做连结。那像他如果要吃汤包，或者是要吃这个炒的肉片，对，他需要我们也会现场付给他。对。执行长，你要怎么样控制你的品质啊？因为你的店这么多。因为我们的店全部都是现点现做。对。现点现做的意思就是说，客人点我才会料理。所以他的东西都是新鲜的。因为一开始你接手爸爸的那个铁板烧的时候，你除了在很多服务上面、装潢、菜色你有坚持，你自己也会你一定是亲自操刀嘛，对不对？可是顶都点染到，所以你不可能面面俱到亲自操刀啊，对不对？对。所以你就比较像是哇，好像米其林一样，我在监控每一间的品质，懂吗？其实就是变成你要信任店长啊。对，那店长。我们从15年开始之后，就是成立了铁邦这个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就让大家都成为股东，所以我每一个店长都是股东，是好方法啊！你不是量性属于量也可以停，你也股东，所以生意红是都得量都很好都改红利，你才打工。你看，这就是我觉得就是等于是一起的，安用改港购，对。不过这个要特别让乡亲朋友的分享，大家都有意思该写故事啊，就是甘妹弄堂。其实你当时要用这个名字的时候，还要回去请示祖先，是不是？啊，对啊，那时候要专做东西啊，专做东西。哎呀，我大舅舅就办了一桌，然后把小舅舅啊、阿姨们、表哥表姐们请来，对，跟大家讲说我要做这件事，然后我还要上香，然后就跟阿婆讲说我要用她的名字开店这样子。对。那时候用庆朋友一下就答应了嘛，就是家里自己的亲人很快。有啊，我们有拜祖先呐。好，对啊，祖先先答应，然后家人也很支持这样子。有。对，所以这生意也很好。是啊。对。是啊。所以。阿婆又保庇，又保佑，安用改感觉，而且最重要改事情是里面有很多真的是传统的元素在里面，加上改良改哈加菜，而且刚才讲过改时间，妈妈都有意思哦，就讲你来时你一定会爱上这家店，对不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哦，我挺错一些，因为两都台北其实已经东南走的是到上海牛温水安用改甜点嘞，对不对？好像没有没有是不是？对呀，所以就是走的一道给改变了一下。而且不只是这样，其实我们刚刚说像即将也入菜嘛，牛温水也入菜，可是这中间都可以看到，实际上你跟家人的情感连接很深呢。很深嘛，其实我上礼拜跟兴业台菜的老板吃饭，他说我很感性，我说有吗？他说真的，你很感性，你怎么都开店都用家人的名字。然后我其实回过头来想想，我也不懂为什么每一个阶段我会这样做。但是我觉得每个品牌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开一个店是不容易的。那如果我用家人名字，你就不会很轻易的放弃。所以还有这样的理念在里面，对不对？因为这是我家人的名字，我有一种坚持在里面。对，是，所以还有嘛改动精彩改从呀改故事，就嚟到大家的分享，你等下站就嚟講。
老大家分享都按到个川汤啦、客家菜，广东爱都市都要咧。然后大家看电视，因为觉得哦，等下是把我特别类是好食嘅客家菜这样。不过今日老大家讲到两篇来分享，你今日老公演义哈，我们来考试一下哈。因为俩从不会客家事啦，所以妈妈看来可能会好困难。我用这样去了用来读一下俾你听好冇？甘蔗铺索，姜水果落。甘蔗铺索，姜水果落。铺索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在用了，就是护瓜做的那个。用还有哦。还有什么？就是那铺豆太过后，那都洗皂嘛。洗皂之后变铺手。我爱挑白带种还是我家人也都用这个实际上你知道铺手吼？我看小时候在外婆家有看过。你知道谁性啊？煮菜。对。煮菜的时候那铺手绕水，然后挑白谁性也是接每那铺手绕水谁性嘛，对不对？你们两个人爱用口头爱，好像是只有我知道这件事情。有啦，挑白你客家人做用铺手啦，有吗？有啊，有哈。嘿，意思是讲你甘蔗铺手来用姜水可乐，就是因为你那铺手绕水地不对可乐嘛，水可乐上面会溅出来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所以意思是嘛意思嘞，你姜水可乐，就是说比喻做事情不怕困难。对嘛？因为你敢用铺来走铺手，你就不怕它的水会进来，因为你使用了。所以其实它这是一个隐喻，挑白感应的智慧是这样。你话乐意谁讲？所以你走买实心的，我们这样困难这样。如何执行长喜欢吗？很喜欢，送给你。好，我要告诉每一个同仁。然后同仁们起头讲哇，执行长基本以他刚提起对送节目，结果回来之后带了一个这么严肃的座右铭回来，竟然是说做事情这样。不怕困难，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啦，因为这是客家字，然后也是客家的俗谚语。对，你走客家菜嘛，客家川汤，干脆这个送给干妹弄汤好了。我把它挂在店里，好好玩哦，对不对？很可爱，都等一下啦，有吗？所以执行长今天算学习到一个性感老公演绎。甘蔗铺手，姜水可乐，甘蔗铺手，姜水可乐，好认真哦。对我第一次有老师的感觉，在这边有两个人很认真来读老公演义，所以就是今天改老公演义。你等下节目留太狗后，你总是不觉得种那种下次以干妹弄堂许朋友世界是可能有没有这个老公演义在里面变座右铭这样子，不过很有意思哦。我觉得狗改世界有聊到，就是说其实你有特别有用一个很有趣的有方口诗，客家的方口诗成为你的商标，这个是你刻意的。因为这个品牌就是要客家话嘛，那我就找了很多的元素，然后其中我就看到了这个客家诗，然后请我们设计特别去画，然后画出来之后呢，我们又坐着车到鹿港，我拜会一个老师傅，对，然后请他做。对，那所以我们店里有挂的这个狮头客家狮，对。所以点读喜朋友，你会知道那个是客家诗吗？很有趣。你行音是地啊，行音是地嘿。下次我去吃饭的时候，我看到任何客人，我说看一下喝客家诗，所以等于是有客家元素的菜，也有一些客家的一些像方口诗啊这种小 logo 的地图，很动等一下。我觉得也是执行长很用心，因为执行长很年轻，所以今天聊这个感觉特别不一样。因为如果有时候我们访问，比如讲60岁啊、70岁，因为刚刚讲。哇，因为他整个人生历练，可是因为执行长从东河上，因为东河上，可是他这么重视跟家人之间情感的连接，阿婆啊，对不对？阿嬷啊，然后从爸爸跟娘啊，全部都拿来变成店名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特别的连接，所以我想妈妈之于你在你的生命当中角色的扮演也很重要。对啊，对，有什么需要现在？妈妈有什么需要控诉的吗？譬如，因为我有听说，好像小的时候就把你丢到宜兰念书这样子。他刚下去14岁啊，不去宜兰读书啊，叫我去读书，上去放假叫那个听我讲，佢啊当日啊小某些开棉被都来叫，讲按狠心，真的把他丢在那边。可是今天唔记得了，不记得。妈妈说你那时候觉得他很狠心。我不记得，我有跟我妈妈说过。但妈妈刚刚用客家话讲说，你有偷哭。有我15、16岁在宜兰念书，五专1年级的时候，我就在窝着棉被都会偷哭。因为那时候才国中毕业，大家要想
你会觉得说五专，现在国中毕业，等于是就被爸妈丢到一个离家里很远的地方。对，因为通常如果人家去外地念书，可能18、19岁大学才有可能。对。可是我15、16岁就被丢到宜兰，然后就住校嘛。对，然后就想台北，想家，然后就会偷偷哭这样子。是。可是也没办法，因为家里做生意也没有办法带小孩，然后也觉得要让他独立，对不对？该用心。其实那也是一个机会，我觉得啊，因为我2个儿子啊，那小的都在身边啊，就没那么独立，真的有差。对啊，就变成说有丢到外面的会变独立这样子。对啊，对。不过那你对妈妈嘞，就是因为妈妈感觉上都很支持你，然后很关心你，做什么都说好这样。对我妈，就反正要看个性吧，因为对我就不喜欢人家管了，我自己会决定事情。是。那你管越多，越碎碎念，我就越不会理你。对。那我妈她不太管，她比较开放。是。比较开放。我也不会管她。那时候14岁在宜兰，那时候我跟她刚开始那么小，我跟她说：“你到那边你不要吃泡面哦。”她说：“我就会吃啊。”我一定跟你，他跟我讲实话。他说：“我跟你讲，我没吃，事实上我吃，我骗你也没有用啊。”对。所以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吃。哈哈。我觉得对，这样也不是坏事啊。对，至少很诚实。对。这段我就记得。他这一段是后面这一段就记得，回去跟妈妈抱怨就不记得。不过我觉得回到妈妈这边，妈妈你是不是也因为孩子这样的一路从这么年轻这样创业，因为特别一起跟他走胜利，所以妈妈也很棒，等于是天年跟他爸爸一起走胜利都拉稀嘛，所以你后来还回校进修，因为你也希望可以跟上。不要讲跟上，就跟儿子一起前进，也跟现代的整个社会的需求啊脉动接轨。哎呦，因为他已经改造哦，改造又那么多，现在那么多店，又那么多员工，那就刚好有个机会啊，我就去台北商专念专校，念毕业。那现在我又念空大，空大明年毕业，因为我想说，因为有时候他们讲一些的话我都听不懂，譬如像。我一些同学他说我们这个年纪我们也要学啊，那年轻人现在讲什么我们不知道，是对不对？我想想也对，那就况且我是认识很多同学，况且都在做生意的，对。那现在以前年轻我们是实务，现在我是念理论，跟儿子的完全是不一样。他先念理论，在实务啊，所以我们俩共同来融合。所以你进学校进修也是跟餐饮有很直接的关系的一些科系。那个商业企业管理的。哎呦，对啊，企业管理哦，对，儿子。我以前16岁在宜兰宿舍偷哭，都想要就是办退学，就想要考北商的企管，真的。对，可是虽然后来没有做，可是这么多年之后，然后看到妈妈她居然进修，就是念这个学校的企管，是，所以有时候就觉得缘分很奇妙。这是缘分，对。妈妈，你现在这样念这些理论的企业管理，回来会跟儿子交换意见吗？会哦，因为最起码有一些话，上次我跟他在讲什么电子商务啊、共享经济啊，讲这些，准备好深哦。我吓一跳真的。我妈跟我讲共享经济，她跟我讲虚实整合，对，跟我讲 O2O， 然后妈妈你是来吓唬我们的对不对？然后我整个吓一跳，说你学校有教这个啊？你听得懂？会啊，他都听得懂。哦，那是不是他们现在年轻人讲这个，我们就听得懂在讲什么？糟糕，我有一点听不懂。对，因为所以你觉得妈妈这样进修回来，你有没有对店里的一些讨论啊，或是规划还是有点帮助，对不对？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别就是以前我都跟他讲要放下，不要每天定在店里，对，因为他不放心嘛，对。如果说你每天定在店里，那同仁就少了学习机会，那有出错你也不知道。那他去念书之后，他比较会放下。是因为他有另外一个重心这样子，对。不过未来的规划呢？听说你们，因为我觉得你的品牌感觉会无止境的扩张，接下来想要做素食，对不对？因为这个就是很多人都问说，你用这么多家人的名字，怎么没有用妈妈的名字呢？对，那其实我妈妈她也一直有个心愿，是想要做素食的铁板烧。对，那刚好我妈妈的名字有一个素这个字，所以未来我们会有素林。
铁板烧，是吗？是吗？哎，会不会有这个规划？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个素食铁板烧，是用妈妈的名字。对，是不是妈妈？计划中，因为你对素这件事情的研究，你很有感觉，是不是？你觉得？也是不是很有研究，但是现在我们太多人对这个养生方面啊，就大家的需求啊，我们要跟着时代走嘛，对不对？对，就所以有。那执行长 OK 吗？你 OK 吗？我 OK 啊。你会不会觉得说，比如我很喜欢吃肉，然後突然叫我做素？我中午才吃素啊。其实我最近常常吃素，就不是因为宗教任何原因啦，就是偶尔会想要就是健康一点、轻松一点。那其实我发现我妈妈像有时候去吃火锅或什么，她自己也会不要肉。对。那其实反而让她很自在的存在你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这样是蛮好的。很期待耶，对不对哈？所以今天改节目地图其实东方宇宙的绕墙的全行总哈，全行总跟阿妹都有节目地图，然后抬高的分享，其实只是我们今天讲的，其实只是你们创业故事里面的很小的篇幅。其实有一个这么多元的创业，不是简单两张给我按用公司做在公推的，好，所以东方宇全行总跟阿妹做的那度节目到抬高的分享，我想乡亲朋友经常地讲，哇，原来有安永改故事，希望可以赶快看到素林铁板烧，好，下次在节目分享，可以吗？好的，好，感谢大家，听听下来咧，认识下你嘅法律知識都大家來看一下。